来看家己布地这家应庙有185年历史的冲水路迎客王祭典，伫旧历3月27日起，王船码头来举办。进前因为这旧码头无安全设施，嘉义县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来征收。经过7个月时间，已经征收好势，希望或者来参加冲水路的信众会当有更较好的活动体验。几落十顶神轿伫王船码头边仔等待要落水来迎客王。布岸边的民众点准备要来翕相。旧历3月27日是嘉义县布地新闻一年一度冲水路迎客王的活动，来自各宫庙神轿会冲入去新闻大牌设一列，甲无形的客王迎接上花来做客。地有的宗教文化嘛吸引真侪民众来参加。很好啊，蛮有意思，不过有点时间有点短了。这项真有地方宗教特色的活动所使用的王船码头，前一阵仔拄征收完工，muốn加强码头桥帮保护，搁增加护栏，后来这的民众拢感觉环境比旧年搁较好。就是今年嘛，比去年还好。它在安全上面呢？哇，更好，更安全。就较早安尼，甲条水沟安尼啥，无啥意思嘛，哦，是不是安尼？还有一个硬体，咱个做个其他的增加技术率要较好。因为疫情当后，今年各地有奖甲顶头，搁有信众比因过搁较侪，场面闹得滚滚。新闻嘉应庙表示，冲水路迎客王是新闻地区的传统文化。去年因为疫情，搁加上码头老旧，所以缩小规模。即马王船码头征收好势，有新的环境，嘛希望会当让这个特殊的宗教活动继续传承落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